继德国与美国之后，欧洲联盟也表示将免费提供中国更高效的中共病毒疫苗。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日声称，中国国产疫苗的产量能够满足应接尽接的需要，拒绝了欧盟的好意。英国金融时报3日报道，不具名的欧盟执行委员会官员表示，这项建议是在欧盟27国卫生官员3日召开会议前几天提出的。一名执行委员会官员强调，已经接触中国官员，表达了包括分享公共卫生知识，并捐赠能应对中共病毒变异株的疫苗，但中国方面没有回应。中共高官靠器官移植续命，以及如何有这样大的器官来支持成功配型，再次引发关注。中共全国文联原党委书记、副主席、原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于2022年12月9日在北京死亡。中共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在12月11日的悼文中说，高占祥身上的器官换了好多，他戏称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这段话让网友感到了震惊，质疑高占祥生前换了那么多的脏器是从哪里来的？还有多少中共高官通过换器官为自己续命？中共高官换器官续命的消息让网友联想到中国大量青少年学生离奇失踪的事件，可能与中国活摘器官有关。国际相关组织的调查指出，中国从1999年开始破坏维吾尔人和法轮功人员之后，大规模秘密活摘他们的器官，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建立了全球第一的庞大器官移植产业。这一情况已引起了国际的高度关注与调查。1月3日，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公布了2023年全球10大政治风险预测报告，习近平排名第2。中共将在公共卫生、经济和外交政策等3个方面对全球构成威胁。在去年10月的中共20大，习近平成功取得了第3任期，同时将4名亲信安插进了中共最高权力核心政治局常委会。习近平也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但他坚持的中共病毒清零政策以及对人权和台湾问题、俄乌局势的表态等，令外界担忧。中共在韩国秘密设立海外派出所事件曝光后，引起了当地华人的抗议，部分华人举行了白纸革命示威活动，要求撤销中共的秘密警局，同时谴责中共当局隐瞒中共病毒疫情的真实情况。印有自由中国你我使命的旗帜上，白底黑色的五角星取代了中共5星红旗。中共疫情爆发以来，染疫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医院人满为患。对此，参加集会的中国留学生表示，中共政权对民众的健康丝毫没有责任心。韩国松坡区的大型中餐厅东方明珠被质疑是中共在韩国非法运营的秘密派出所，该消息传出后引发社会热议。参加抗议的留学生表示，韩国距离中国最近，因此存在很多的中共窃听组织，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全韩学者联合会。2022年11月末开始，乌鲁木齐大火引发了中国多地民众自发集会，抗议中共不人道的中共病毒疫情封控政策，手举白纸，高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场白纸运动也延伸到了海外，各国华人和留学生表示将持续声援中国的示威民众。1月3日晚间，一名中国人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后，中共病毒采检结果为阳性，被送到了附近的旅馆等待隔离，随后却下落不明。韩国官员4日表示，此人已被列入了通缉名单，若被定罪，将面临最长1年的有期徒刑或1000万韩元（大约7859美元）的罚款，还会被遣返，同时也将禁止入境一段时间。1月3日，韩国政府要求从1月7日起，来自香港、澳门的人员也要提供中共病毒检测阴性证明。仅1月3日一天，韩国的海外流入游客确诊中，76%是中国人。